係3分鐘嘅筆記系列 Wave Motion Example 波動嘅例子，選自1994年 A-Level Paper 2嘅第14題。題目就想我哋揾一個波段嘅波速，俾咗兩個關於呢個波段嘅關係圖我哋睇一睇。首先係個 displacement 同個 position 嘅關係圖。咁我哋可以想像啦，呢一個其實呢個關係圖呢係講緊某一個特定嘅時間，呢三個波段嘅起伏喺嘅位置，處於嘅位置。佢一開頭嗰陣時喺呢一度，如果假時間佢係向右手邊前進，佢下一秒去咗呢度啦。下一個時段啦，唔通講下一秒啦。咁呢個就係講嗰個位置同個 displacement。displacement 係講緊喺呢個波段上面個粒子震動時候離個平衡點嘅位置。呢個 x 等於0，y 等於0 ，x 軸就係講緊個震動嘅平衡點，佢個距離。B 呢幅圖係俾緊一粒子個震動嘅距離同個時間嘅關係圖我哋。咁我哋要留意翻啦，呢一個係講緊一粒子嘅。我哋知道啦 ，wave speed 啦，波速啦係等於 f lambda 啦，係等於頻率乘翻個波長啦。波長就睇翻個 displacement 同個 position 嘅關係圖啦。一個完整嘅波段，後面呢一度開始重複噶啦。假使間後面再有個波段嘅話，佢應該係咁樣開始重複噶啦。最短嘅距離0.6減翻0。lambda 等於翻0.6米，一粒子震動一次所需嘅要嘅時間係2.5減翻0.5。喺呢一個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我哋又知道周期係等於翻2.5減翻0.5微秒乘翻10嘅負3次。咁我哋知道啦，頻率呢係1秒鐘可以有幾多個波段，周期就係一粒子佢完成一次完整嘅震動需要嘅時間。咁我哋知道頻率係1除翻個周期嘅，係等於翻1除翻2.0乘翻10嘅負3次。代翻啲數落去 ，v 等於翻 f lambda 等於翻3，f 就呢度，lambda 呢度唔再做啦，等於300個 meter per second。答案係 A， 希望幫到大家。